各位觀眾，歡迎返嚟。今日我哋喺內蒙古嘅最後一日。朝頭早食完早餐，我哋就出發去今次行程最後嘅一個景點——內蒙古博物館。呢度係內蒙古最大嘅綜合性博物館，樓頂有個蒙古包咁嘅造型，好有特色。入邊主要分恐龍化石、北方民族文物同蒙元時期嘅珍藏，尤其係嗰個金器同戰馬鞍具，真係精緻到令人驚歎。可以一次過睇勻草原文明嘅演變，作為旅程嘅文化總結，相當唔錯。我哋首先講下草原帝國嘅崛起。匈奴建立首個草原帝國，隨後鮮卑、南遷並建立咗北魏，秦崇由木轉移半農半牧，推動咗民族融合。而內蒙古博物館仲有一個飛天神舟展廳，不僅有返回艙火箭模型，仲有1:1複合了天和核心艙，俾人親身體驗到太空嘅生活。蒙古帝國則將游牧文明推咗去全球嘅巔峰，建立咗元朝後，深刻咁影響咗草原嘅治理同埋文化嘅格局。走進遠古世界展廳嗰一刻，時間彷彿瞬間凍結，眼前嘅恐龍化石唔再係冷冰冰嘅白骨，而係一支氣勢磅礴嘅遠古軍團。有啲足足2層樓咁高，昂起巨大嘅頭顱，張開佈滿利齒嘅血盆大口，好似隨時會撲向我咁樣，同你對峙嘅眼神令人心驚膽戰。旁邊仲有一頭頂住威猛嘅盾牌同利角嘅角龍，低垂住頭，擺出準備衝過嚟嘅姿勢，霸氣盡顯。呢一趟史上之旅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完結咗穿越文化之旅之後，我哋到餐廳午餐，到當地餐廳品嚐油麵。你睇下呢盤擺盤，有啲圈成小圈圈，有啲猜成一條條，配上彩色嘅羊肉湯同酸辣汁，賣相真係一流，打卡呃 like 絕對。但係呢，如果閣下係100%廣東胃口，就要有心理準備。呢啲油麵口感紮實粗糙，同我哋食開嘅彈牙嘅雲吞麵、蝦子麵係完全兩個世界。正正係呢種粗獷先至係草原嘅味道。藍天配上朵朵嘅白雲，正係草原嘅風景。一路順風飛往下一站。我哋晚上抵達咗南京，又到鯨魚夜市走走，感受下南京嘅市井熱鬧後，準備明天返去香港。上次片尾講過，會喺最後嗰個片講我哋今次嘅消費。我哋8個人連機票、星級酒店、通宵火車門票、當地交通同膳食，每位大約港幣7170蚊。以呢個質素嘅同埋個行程嚟講，我覺得真係好抵㗎啦。最緊要呢種玩法係對長者非常友好。內地團同外國團一樣，通常唔包正餐嘅，但大門票已經包咗，長者仲可以退返門票差價，好公道。而且行程時間安排好輕鬆，司機同導遊都好配合。長者想去洗手間，提早講一聲就得，完全唔會催促，自由度好高，玩得舒服又安心。如果你哋都想帶屋企人感受下大西北嘅壯麗，呢條線絕對值得考慮。好啦，今次9日嘅內蒙古加寧夏之旅真係正式完結啦！多謝大家陪我一齊走到最後。如果鍾意我哋嘅分享，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頻道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下次嘅遊記啦。拜拜。